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文天。法官盾終於都登場，但六副嘅版本並唔係最強，有無雙星彩嘅版本先係終極大佬。佢嘅換兵率比起法官盾更加優秀，多穿能力更加強，多咗星彩嘅保護，關羽更加穩定。隊伍配置：法正一速加20至30點速度，裝備特技配長劍、出奇同埋奇算。奇算可以增加法正技能判定成功率3%。如果你打算玩法官盾，記得喺百葉卡包換呢一個技能。而出奇可以增加法正25點智力，亦有助提高技能嘅發動。SP 法正加咗速度之後會比賈詡快，可以防止到俾對方混亂，套咗剛毅俾對方。同時佢一速亦都可以幫 SP 關羽擋萬軍嘅控制。雖然法官盾喺大多數嘅情況之下打富貴騎都會下風，但有時都會贏到。加咗速度防止混亂，可以提高換兵率。SP 關羽2速要配優雅或者沉重減速。減咗速嘅 SP 關羽比對方嘅 SP 關羽慢，就可以確保剛毅生效時免疫水攻，亦都可以後手出手喺對方行動時，剛毅消失之後套上水攻。減速呢個操作會對內戰有優勢。星彩3速配魚鱗陣同埋藤甲，魚鱗陣可以幫星彩增加55統率。喺兩紅嘅情況之下，藤甲會有44% 減傷，而護盾亦都會有2000兵以上。而配速方面，星彩要比關羽慢，最好係貼速。剛毅會喺 SP 關羽行動嘅時候消失，星彩貼速就可以用護盾嘅洞察保護 SP 關羽，咁樣 SP 關羽就可以有洞察，防止俾對方慢速嘅武將打控。而護盾亦都可以彌補冇咗馬袋嘅減傷，令隊伍坦度維持。多咗護盾洞察嘅 SP 關羽出技更加穩定，亦係呢一隊比法官盾優勝嘅地方。咁喺最後有戰報提供俾大家參考返。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